台南市啊，盐水区啊，地头港庄，你看那个先民跟郑成功那个时期有关系的，你看，那宋江观，你看那么早就成立了呢，打草炭呢，成立了宋江观，比郑成功来台湾慢了13年，清康熙13年就有宋江观。郑成功来台湾要赶走荷兰人那一年，就是清朝顺治皇帝最后一年，顺治18年。康熙元年就正式统治台湾。那个顺治18年底啊，农历的12月份就赶走荷兰人了。宋江观到民国78年6月28日才重建完工。